喺呢個城市裏面搏殺，人人都係為兩餐，外頭間捱更抵夜，喺公司忙到氹氹轉，心裏面仲成日要掛住屋企啲老人家有冇跌親，啲細路仔有冇四圍爬，仲要擔心啲菲傭姐姐喺屋企有冇亂嚟。就算裝咗啲好貴嘅 cam， 咁又點呢？成日對住部手機，唔通日日睇實咩？最近有好多家居意外。上星期再有獨居長者被發現倒斃公屋單位內，相信已經死去多時。據了解，房署喺上年10月已經想揾佢，點知一路都揾唔到，估唔到今次破門而入先發現佢嘅屍體啊！麗景村清晨有單位起火，一個78歲獨居伯伯死亡，幾十個街坊要疏散，4個人吸入濃煙唔舒服。兩母子倒斃喺觀塘單位，有街坊話上個星期曾經見過兩人外出，當區關愛隊成員話唔了解每戶情況，難以提早協助。青衣豪景灣有單位喺凌晨起火，一個男人懷疑疏散嘅時候受傷。青衣清華園一個單位起火，5隻貓同1隻刺蝟死亡。粉嶺皇后山村2個細路仔爬出窗外，警員同消防將佢哋救返入單位。我哋呢個屋村多老人啊，都麻木嘅啦，啲人都。久唔久今日坐喺隔離嘅，聽日就唔見咗。我都唔知邊個，其實即係睇個手機先至覺得個婆婆慘啲咁解啊嘛。可能自己會到有一日都會可能會咁。真係聽到心都急埋。所以依家好介紹嚟啦，阿魯納奇 AI 推出咗守衛者1.0智能系統。佢唔係普通嘅 cam 咁簡單，一偵測到有咩唔對路，即時通過你嘅手機 APP 就可以提醒你啦。我哋公司嗰啲 AI 工程佬啊，勁有客，研發咗幾大功能：智能防火系統、老人跌倒即時警報、老人廁所時長監測、有小孩危險翻越報警、家用異常行為報警、有主人房禁日檢測報警。裝咗阿魯納奇 AI， 專心做嘢，唔使頻頻撲撲。揀阿魯納奇 AI 就一份安心嘅選擇，等我哋可以做你屋企嘅守護隊長，等你可以放心出去揾食。